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興今朝又可以同大家一齊敬拜。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篇嘅詩篇，呢篇詩篇得3節嘅啫，就係詩篇133篇。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八鄉呢度呢，就有座山，橫台山，都幾高下嘅，好想有一日呢，就走去行下嗰個橫台山。咁啊，因為我真係好中意行山後生嘅時候咧，就隔1-2個禮拜就去行山啊、露營啊咁樣噶啦。記得有一次去行山嘅時候咧，行下突然間聽到遠處傳嚟有歌聲，獨自在山坡，高處未算高。哇！咁我哋呢班行山友呢班壯男就即刻搭爹加埋落去，命運在冷笑，暗示前無路。嗰種感覺真係好爽，好過癮因為咧就好似你覺得有同伴喺左近一齊行緊山。因為我哋行嗰啲山咧，通常都係唔係幾見到人嘅，唔係麥理浩徑，好容易行嗰種。我哋係嗰啲即係都幾少人行下嘅山嚟嘅，或者難度比較高啲嘅。呢個嘅詩篇133篇呢，就被列為上行之詩，意思就係以色列人呢，佢哋去朝聖嘅時候呢，就會唱呢一類嘅詩噶啦，係啦。你諗下啦，你去朝聖守節，分分鐘都係行幾日幾夜，真係行仲行，可以係好耐都唔見人。哇！如果見到人又唔知好人定壞人，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咁做咩呢？最好唱下詩，壯下膽啦。咁佢哋唱咩呢？佢哋咪就係唱：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頭上。唔繼續唱啦，突然間大家熄晒機就弊啦。佢哋就唱呢一類嘅上行之篇啦。點解詩篇裏邊講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呢？因為呢個係上帝所希望見到嘅，所喜歡見到嘅事情。正如耶穌話：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要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也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正所謂相見好，同住難。人與人之間嘅相處真係好難，係一門好深嘅學問，亦都係我哋呢班基督徒弟兄姊妹喺教會裏面相處必須要學習嘅一個學問，同埋必須要做好嘅一件事情。因為呢個係上帝所喜歡見到嘅事情。因為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新約舊約都貫穿住呢個信息，就係要和睦相處。所以我哋必須要與弟兄姊妹和睦相處，若是能行，總要與人和睦。你諗下啦，又真係嘅好多時我哋見到有啲新朋友嚟到教會啦，咁後來可能加入咗教會啦，咁問翻佢哋個原因，原來佢哋見到咧喺教會裏邊有愛，弟兄姊妹相處得非常之好。你諗下啦，如果佢見到嘅係弟兄姊妹相咬相吞，或者係彼此都係你虞我詐，
哇喺表面就即係客客氣氣，後面咧就真係正所謂笑騎騎放毒蛇嘅。咁你話啦，佢點會加入你呢間教會啊？就算加入咗啊，都覺得哎呀中招，咁啊可能都冇鞋玩劇走嘅喎。嗱，詩篇呢度咧就用咗兩幅圖畫咧去形容團契生活嘅。我所講嘅團契生活咧，唔係指返青年團、少年團嗰啲團契，係指人與人之間、弟兄姊妹之間嘅團契嘅生活同埋關係。呢兩幅圖畫咧，就分別係第二節嘅，就係好比那貴重的油喺亞倫嘅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佢嘅衣襟。第二幅圖畫咧，就係好比黑門嘅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嘅福，就是永遠的生命。今日咧就唔夠時間同大家分享呢兩幅圖畫，希望日後有時間講啦。今日好想同大家共勉一下，就係如果我哋喺教會嘅團契生活，即係弟兄姊妹之間嘅關係，如果唔係好理想嘅話，我想同大家共勉一下，就係要下定決心做好呢件事，做好我哋嘅團契，做好我哋同弟兄姊妹之間嘅關係，因為呢個係上帝所想見到嘅，因為呢個係上帝喜歡我哋做得好嘅一件事情，就係要彼此和睦，彼此相愛。求主祝福大家。